高考倒计时已经给你们安排上了，是不是感觉时间不够用了？好啦，不用慌也不用怕，你们肯定没有问题的。这个呢是学校为你们准备的模拟志愿表，大家呢可以把理想的学校跟专业填上去。从今天开始呢，大家不抛弃不放弃，一起朝着目标努力，好不好？好。传阅一下，看一看。你怎么了？大家有什么地方拿不准的，可以跟我说，也可以跟家长聊，好吧？那么现在开始，大家把书拿出来，我们准备上课。今天是社团活动日，咱们好久没去观测星星了，马上一起去。热爱生命，蒙恬。我对某些词语赋予的特殊含义，拿度日来说吧，天色不佳。这个我不会弄了，你帮我弄一下。失忆了，这都不会。现在这个季节可以看到夏季大三角，是哪3颗星？牛郎织女天机4。这倒是没有让。门天银河也盯着1到4边了，我调好了，你过来看看。你明明那么喜欢，为什么想要放弃？我看得出来，你还是很喜欢星空。但你为什么一直躲着不来天文台？为什么在那个填报表上不填飞行专业？原来你是问这个呀？不然呢？我以前觉得没什么能难倒我的，知道真相以后，我才发现，我其实就是个普通的女孩，我没办法拯救世界，也没办法实现梦想。谁说的？你这么厉害，你一点都不普通，怎么能轻易放弃啊？不放弃还能怎么办？我的前庭神经功能比普通人还差，我根本就当不了飞行员。你是不是还在埋怨2个姐姐？我能理解他们，但是算了，不说了。你呢？还没想好学什么专业？我其实已经有想学的专业了。那你都没跟我说过，说来听听。就无线电物理专业，我查过了，这个专业排名靠前的学校分都太高了。哎，就我这个破分，能不能考上还不一定。哎，不过无所谓，我还没确定。你是看金木老师抗震救灾的时候用无线电救了很多人，所以才想学的吧？嗯，他回来之后，我问他要了一些资料，还试了试设备，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。你可以的，我相信你。
还没填完表格的快点，要往上面交了。媛儿姐昨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，他们学校有个学长给她表白了，而且她好像还答应了。答应了？啊，答应。你诓我？不诓你诓谁呀？你真的听了你爸妈的话，填了教育专业啊？哎呀，我还以为你会偷偷填烹饪专业的。不想给你看来着，我怕你笑话我没志气。咱俩呀，谁也笑话不着谁。那，给你看。不是，你怎么就填了个本地的3本院校？是担心手汗症的问题？平时考试的时候啊，都戴防汗手套，可是高考的时候戴不了呀。我怕万一到时候太紧张，手汗把试卷都弄湿了怎么办？但你成绩那么好，这……哎呀，没关系，就是一个模拟志愿表嘛。而且，我要是填了那么好的学校，我妈肯定会有压力的。她到时候为了给我治病，到处筹钱。我不想再看到她那么辛苦了。你们呢？林千羽和卜寒露呢？就差他俩没交了。怎么了？不就是模拟志愿吗？随便给他填一个，交上去就得了。随便填。填什么呀？随便填就是瞎填，什么都行。哎，走，咱俩就在这儿现填，我填你的，你填我的，怎么样？真随便填啊？对啊，我写了。数3、2、1，交换。行啊。3、2、1。这么巧，同一个城市的大学。重点是城市吗？重点是，你怎么会想我上这个专业？别告诉我是瞎填的。确实不是乱填的。我昨天查了好多关于飞行的专业，就看到这个了。我在想，你开不了飞机，设计飞机也是圆梦吧？明明是我的梦想，你怎么好像比我还执着？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就在抬头看烟花；第二次见你的时候，你仰着头看天文台；还有一次在河边，你对着夜空大喊：“以后一定要做飞行员。”那个时候我就知道，你离不开天空。卜寒露，我希望你永远不要低头，一直向往天空。你什么时候说话这么矫情？哎，你给我填的这个学校和这个专业跟我分数差太多了。你放心，我肯定特别疯狂的朝这个分数努力，咱们谁都别放弃。
每句再见都比誓言诚恳。曾牵你的手，却在背影落下一吻每句再见。我去拿点水泥坑了。好啊，随便，慢慢点啊。老板，我明天视频评后查。哎，这次考试我还有几道错题不太会，你明天帮我讲讲呗。好啊，你整理出来，我开学之后帮你讲。我已经整理好了。明天我不太想出门，改天吧。啊，也行。钱乐，哎，钱乐，是。嗯，谢谢。走呗，走了。这家菜肉这是新出的菠萝汁儿。你怎么来了？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来来来，你先坐，我来点面。老板，来2碗面。来，吃面。你到底有什么要紧事儿？一大早把我叫出来。没什么呀，赶紧吃面，一会儿带你去抓娃娃。抓娃娃？嗯。哦，对了，东边还新开了一家游乐场，一会儿我们去玩。哎，你就别管这么多了，今天你只管跟着我，晚上平平安安把你送回家。你知道今天是我姐姐忌日，对吧？对，所以我今天早上5点就起来了，到你家楼下
看见你爸妈拿着一堆东西去给你姐上坟，我就没敢上楼。看见你窗帘拉开了，我才敢上楼的。我知道，这是你知道真相之后，韩语写的第一个记录。所以我不会让你对着遗像、对着鲜花难过一整天。白天我跟着你，但晚上你要陪我去一个地方。好，吃饭。你要带我拍这个？对啊，我在网上查的，带女性朋友来拍照，带女性朋友出来玩，去哪儿好？来，拍了。啊，怎么拍啊？3、2、1。这个还挺好看的，你不觉得很可爱吗？啊，这个。行，那我们好好来一张。3、2、1。3、2、1。2、1。3、2、1。耶！哎哦，这个好。哟，谢谢。帅哥美女，能不能给我一张？我贴到这个大头墙上。可以啊。啊，可以。给。好吧。谢谢啊。你想要哪个？我要这个。想要哪个？我给你抓。这个吧，这个丑。我肯定能抓到。哎，可以。哎，再来一次，一定能抓到。哎。耶！哎啊！你别动。这里。可以，抓到了。那丑八像我一样。你好，2个。谢谢啊。好。您好，今天过节，学生票、家庭票和情侣票都有优惠。你们几个人啊？我们2个人，但是我没带学生证，你带了吗？我也没带，2张普通票吧。2个人，那我给你打张情侣票吧。记得凭票进去可以领小礼品啊。啊？我们也有，那凭票领的。人家都是小朋友才拿的，你幼不幼稚？就是小朋友才玩这个，来，我给你系上，省得你丢了，小朋友。走。来，那个白色的。这个。这个好看。找了半天，就这个好看点儿。没位置了，这马能坐2个人吗？坐2个人再给人家压塌了。今天怎么格外幼稚？不都是带小孩来玩吗？不得幼稚点儿。谁是小孩？小时候，爸妈唯一一次带我和姐姐吃姥姥，也就像这样，站在我们俩旁边。别想那么多，听音乐。
以前我实在太想姐姐的时候，就会来这儿。我在想，这个灯塔那么高，那么亮，姐姐在鲸鱼座梯心上拿望远镜看，肯定能看到我。所以我就站在这个灯塔下面，拼命的挥手，拼命的喊，是不是很可笑？一点都不可笑。我理解你。你一定也很想芊芊姐。你后来还是没有哭过吗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明明就是很想哭，但就是一滴眼泪都没有。可能我这人就这样，坚强。是逞强吧？林千羽，还有10秒。什么？姐姐，你听得到吗？我不怪你了，我现在有了新的梦想，我和以前一样，不会放弃的。该你了。也不好意思，我在心里说就行。起来，上来。姐，我大声点。姐，我是林千羽。再大声点。姐，我是林千羽。你现在好吗？我好想你，我好想你们啊！姐，我好想你。我会照顾好小鹿，你们也要永远在一起。姐，我好想你。我会照顾好小鹿。你们要好好在一起。东西我都准备好了，你看看什么时候咱们去把手续办了吧。等孩子高考完吧，别影响孩子高考。小鹿，回来这么晚，饿不饿？想吃什么我给你做。你们不用瞒我，
我知道你们要离婚。爸，您怎么回来了？我跟你妈这次回来，有事儿要跟爷爷奶奶交代，关于你姐的事情。我就怕你回家说漏嘴，就提前跟你说。你爷爷奶奶一直以为你姐还在国外，总担心她一个人。正好这次医院有出国进修的机会，我和你妈都申请了。到时候就跟爷爷奶奶说，我们出国是为了陪你姐看病，这样他们就能安心一点，也就不总闹着给你姐打电话了。所以意思是，你们要出国？明天的飞机。去多久？2年。那天在医院，你们说要离婚，我都听到了。小陆啊，你现在高3了，只管好好学习，不要分心。这事儿啊，等到高考之后再说。这本来也是大人的事儿，你就别操心了。不用等到高考之后。你们想离？就离吧。我知道，自从姐姐走了以后，你们一直都过得不快乐。我也一样。到今天，整整9年，我走出来了。希望你们也能走出来，放过彼此。也放过这个家吧。小陆啊，我没事，我早点休息。明天我们去民政局吧。嗯。喂，你睡了吗？睡不着。跟你说个事儿，我爸妈明天要去办离婚手续了。他们4个是畅通好了吗？怎么都赶在明天呀？我爸妈明天要出国。叔叔阿姨要出国，去多久？
去2年。这么久？我爸刚才问我，要不要出国读书。我想了一下，我要是走了，爷爷奶奶怎么办？那阿姨怎么说？没说什么。你们还没和好吗？她是我妈，和不和好有什么关系啊？林千羽，你不逞强会死吗？你舍不得他们，你就直接说出来，撒泼打滚，求他们别走，也比你现在这样假装没事强。本来挺难过的，你这么一说，好像还挺好笑的。你就笑吧，让你吐的时候。那你呢？你听到他们要离婚之后，也是会耍赖打滚求他们和好吗？我的情况和你又不一样。我知道你早有准备，但是还是别让自己留下遗憾，好吗？林千羽，你也一样。睡吧。